改造手術風險極高，但過程極度土炮 DIY 味，冇麻醉針，冇醫療器材。劉所長直接用一堆喺鴨寮街買翻嚟嘅彈簧、鋼管同電線，將佢一條一條咁植入雷馬身體入面，成個畫面完全係汽車維修員開工現場。改造仲未完成，敵方已經開始行動。冰河魔主派出穿山怪同植物怪打頭陣，穿山怪先捉咗研究所一名隊員，另一邊植物怪擁有土遁能力，輕輕鬆鬆就潛入咗研究所。植物怪原來識玩捆綁技，研究員手忙腳亂，整個科學所即刻變成一部大型夾公仔機，亂到一個點。所長嗰邊就懶緊張咁經歷斷電危機，千鈞一髮之際，雷馬終於成功完成改造。你覺得身體有咩變化？我覺得周身都有力。不過佢出場第一件事唔係救人，而係一拳轟爆自己實驗室。估計佢都唔係測試力量，同一般打工仔一樣，純粹係想發洩下啲怨氣。